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今天颁奖，先前呼声最高的《罗马》与最佳影片奖失之交臂，由《幸福绿皮书》将最佳影片留在好莱坞。而纵观本届得奖名单，得主的背景组成越发多元。老牌摇滚团体皇后 Queen 与美国歌手亚当·兰伯特 Adam Lambert 今天为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揭开序幕，飙唱经典歌曲 We Will Rock You。波西米亚狂想曲 Bohemian Rhapsody 以4座小金人获肯定，男主角雷米·马利克 Rami Malek 成功演绎皇后乐团已故主唱弗莱迪·莫裘瑞 Freddie Mercury 的霸气与脆弱，一如外界预料成为本届奥斯卡影帝。此外，本片也包办最佳音效剪辑、最佳混音、最佳剪辑等奖项。罗马 Roma 与幸福绿皮书 The Green Book 在重要奖项竞争激烈，各已拿下3项大奖并列第2。而最终得奖名单虽大致符合外界期待，但也在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等关键大奖开出时出现意外结果。外界原先一致看好网飞 Netflix 出资墨西哥导演艾方索·科朗 Alfonso Cuarón 执导的墨西哥电影《罗马》将成为第一部同时获得最佳影片与最佳外语片的作品。但最佳影片最后由《幸福绿皮书》暴走。这部描述美国种族隔离时代下跨越族群之爱的电影，成功的将最大奖留在好莱坞。这个得奖结果也让 Netflix 称霸影坛的大业止于此一大奖之前。另一个意外得奖结果则是最佳女主角，原先各界一致看好曾6度入围的《爱妻》The Wife 女主角葛伦克罗斯 Glenn Close， 但最终由《争宠》The Favorite中饰演安妮女王的奥利维亚·科尔曼 Olivia Colman 登上影后宝座，让特别身穿金色礼服出席的葛伦克罗斯第7次空手而归。各族裔、性别工作者在奥斯卡获奖的比例，近年也频受检视。除了埃及移民后裔的雷米·马利克，还有包括导演史派克·李 （Spike Lee） 在内的6个奖项得主为非裔工作者。幸福绿皮书男配角马赫夏拉·阿里 （Mahershala Ali） 这次不负众望拿下小金人，也成为继丹佐·华盛顿后第2位2度在奥斯卡获奖的非裔男演员。5度入围的非裔导演史派克·李，在2016年获颁终身成就奖后，终于以《黑色党徒》（Black KK Klansman） 得到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原创剧本则由《幸福绿皮书》暴走。编剧类奖项得主都由与非裔题材相关的作品获得。上一届奥斯卡曾因警号 Me Too 与女性得主过少而饱受批评，在今年的25个奖项中，共有10个奖项得主为女性。除了演员奖项，女性得奖人还包括拿下最佳原创歌曲的女神卡卡 Lady Gaga、黑豹 Black Panther 的非裔美术指导 Hannah Bigelow 与动画短片包宝宝 Bao 的华裔动画导演石之宇。今年除了增加颁奖人的亚裔比例，最后也有3奖项颁给了亚裔电影人，包含最佳纪录长片《赤手登峰》Free Solo、最佳动画短片《包宝宝》以及最佳纪录短片《月式革命》Period End of Sentence。这些得主比例的变化，也可视为美国影艺学院近年积极拓展学院成员背景多元性后所呈现的正向转变。
中央社。